嗱，尋日我就分享咗央媽發布嘅1萬蚊以下預期嘅一次性信用修復政策，還清之後呢，徵信就可以恢復正常，照樣可以貸款買車買樓、分期買手機、訂機票，甚至點外賣都唔會再受到影響啦。咁樣就可以繼續負債、繼續瀟灑。好多人覺得呢個福利係咪聽落好正呢？但係其實你哋有冇諗過點解會喺呢個時候推出呢一個政策？呢個政策嘅受益方最終會係邊個？你諗下，1萬蚊以下嘅預期受眾十有八九都係打工嘅老實人，嗰啲大老細預期金額隨便都幾百上千萬甚至上億啦，根本就唔喺呢個政策覆蓋範圍內。上頭嘅初衷係想刺激消費，畢竟老實人先係實打實有消費需求嘅體量最大嘅群體。但係問題就出喺執行層面啦。上頭希望大家用存款或者新增加嘅收入去消費，但係傳遞到市場度呢，就變成咗冇錢唔使驚，我借俾你使。買部手機分24期，一個月先至百零蚊，4捨5入啊，等於唔使錢啦。出去旅遊可以分期，啲旅遊視頻啊都同你講，唔好等到35歲有能力嘅時候先去追求25歲嘅夢想啊。甚至叫個外賣充個會員都可以先享後付。表面睇平台好似喺度幫你成全緊你嘅生活，但係本質上佢哋要嘅係你未來嘅部分收入提前鎖定咗咋。呢度就有一個好矛盾嘅點啦。平台同金融機構需要你一直玩呢個消費借貸嘅遊戲，但係又唔可以俾你玩壞個系統。佢哋最理想嘅狀態就係令到你成為一個有穩定負債嘅人，因為完全冇負債，淨係使現金嘅人唔好，因為佢唔會產生利息，對個系統冇貢獻。但係負債累累，徹底變成壞賬嘅人，亦都唔得。你會製造壞資產，搞到個系統啊立立亂。最好嘅情況就係你一直保持有適量可控嘅負債，每個月做到按時還款，保持良好嘅信用記錄。但係又永遠會有新嘅消費慾望，需要新嘅信貸先至可以滿足你。你呢個時候就好似一隻識得定期生金蛋嘅雞乸，佢哋希望你健健康康，更加希望你可以持續生蛋。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奇葩嘅操作，一邊用各種廣告同埋分期優惠誘惑你使錢，一邊又叫你理性消費各種標語去提醒你一邊話徵信黑咗好麻煩，一邊又推出1萬蚊以下還清就可以洗白徵信嘅操作。其實佢哋嘅目的好簡單，就係想你唔好離開呢個消費借貸嘅房間，等你覺得呢個遊戲可以永遠繼續玩落去，債遲早都可以還清，起碼未來一定有呢個機會嘅。咁我哋普通人喺呢個咁矛盾嘅局面入面，應該點樣做呢？記住下邊幾點就得啦。第一，要利用工具，但係唔好俾工具去定義你。時刻要保持清醒啊！千祈唔好將借到嘅錢當咗係自己嘅錢。有消費券呢，你就去搶。大平台嘅免息分期亦都可以用，但係一定要用喺大件生活必需品上面。記住係必需品，因為呢啲嘢先係你確實需要、一定要用嘅。呢啲先叫做正確咁利用政策嘅紅利。如果你淨係為咗虛榮心分期買嗰啲遠超自己承受能力嘅非必需品，咁你就會俾慾望綁架咗啦。第二，一定要將徵信當成係存款，唔好當成係提款機。存款係越存越多、越嚟越值錢嘅嘢。你嘅信用記錄就係你嘅核心資產，甚至比你嘅屋企你嘅學歷仲要更加重要。偶爾應急用一下信貸冇問題，但係千祈唔好養成依賴咗借貸嘅習慣。第三，喺呢個人人都鼓勵你使錢嘅氛圍入面，做一個默默存錢嘅少數派。每次睇到啲花花綠綠嘅廣告視頻一定要保持清醒，將衝動消費4個字同我掟咗落垃圾桶嗰度，降低你嘅物慾。咁樣做呢，可能睇起身唔夠瀟灑，但係只要你堅持一段時間，你就會發現剩低嘅唔係錢，而係你人生最大嘅底氣。
你睇下啦，經濟有波動、行業有變動嘅時候，存款會比任何消費帶嚟嘅即時快樂有更加真實嘅安全感。講到底，促進消費係上頭嘅 KPI， 呢個係大勢所趨嚟㗎，我哋肯定冇辦法對抗嘅。但係如果你係我嘅粉絲，就聽我一句勸，守護好自己嘅錢包同未來，先係你個人一世中最重要嘅 KPI。千祈唔好將人哋嘅目標糊裡糊塗就當成咗係自己嘅使命啊！貸款揾老煩，包你唔使煩。